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名社社長 5K 班張慧琪，好榮幸可以為大家分享書籍。本年度圖書館嘅主題係最愛書中人。我今日要為大家分享嘅係《親愛嘅安德烈》呢本書入邊18歲嘅德國男孩安德烈嘅母親，亦都係本書嘅作者龍應台。龍應台同埋佢嘅仔安德烈因為讀書同埋工作嘅原因需要分隔異地，於是就選擇用書信嘅方式記錄低母子嘅交流。書中最打動我嘅係作為母親嘅龍應台選擇用傾聽者嘅身份，放低長輩嘅身份去傾聽安德烈嘅生活同埋佢所感興趣嘅事。對於即將長成獨立青年嘅安德烈而言，母親唔係居高臨下嘅指導者，而係教識佢勇敢敞開心扉嘅保護傘。喺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發覺傾聽唔只係用耳仔去聆聽，更係一種尊重。而愛嘅最高形態並非嘗試去掌控對方，而係學識用對方嘅視角去睇世界，透過理解揾到相處之道。希望大家可以到圖書館借閱呢本書。以下係 Dear Time，Enjoy。